今日係2025年11月23日嘅，亦都會記錄翻呢個星期大市同埋個股嘅狀況啦，一個週記嘅記錄嚟嘅。咁我會睇翻啦，比特幣啦。前因就係美國政府、英國政府沒收咗犯罪集團所得嘅比特幣之後啦，就一直向下跌嘅。其實情緒上都比較差噶啦。其實大家都諗緊。其實比特幣或者所謂嘅去中心化係唔係真係嗰樣嘢呢？始終而家俾政府都收到嘅話，究竟中心化定義係啲咩呢？所以大家寧願可能換翻美金，可能比較好，所以一直都向下跌咯。因為始終佢冇一日係打穿翻當日 bad news 嘅 high 啊嘛，所以都比較淡勢㗎啦。同一時間 AI 出咗 put 嘅目標價有晒。納斯達克指數嘅出咗針頂 keep 住阻力位 ，AI 出 put 呢個位置，黃金對美元 keep 住喺阻力位之下，暫時爆邊三角1、2、3、4個 support，就睇下4000呢個位置守唔守到啦。咁白銀對美元 support 位1、2、3。咁呢個位置曾經穿過，亦都睇下會唔會收翻上去，幾靚嘅。依口係呢個錘仔要出到支陽燭突破翻呢個下降阻力線呢，就靚啦。中證500的確係比較核突嘅，阻力位明顯穿咗 AI 出 put 目標價齊張，滬深300斜線阻力嘅位。爆邊三個形態穿咗 put keep 住齊，恒生指數啦，一個頂兩個頂 keep 住阻力位，暫時就係出咗 put 嘅信號。咁睇翻科技指數嘅大成交個股，阿里巴巴雙11都冇打上去，出 AI 程式都冇打上去，出咗 put 啦，係目標價152啦，都核突嘅啦。小米啦，小米呢一巴就係出電話對標蘋果，講話自家芯片，第二日大插開 gap 單，再之後啲車接踵而來嘅出事，跟住假頭冚。另外就係潛水錶，講話潛水其實唔潛水不能潛水嘅新聞，跟住一直都係向淡嘅。騰訊出咗業績後出陰燭，市場不睇好，亦都可以主要話 good news 出貨唔靚 put 目標價有。中芯國際呢個位置，國內減低個中芯國際嘅融資 percentage， 引致到炒家市場成本增加，各位走貨去到呢個位置穿都係暫時出 put 嘅。另外亦都有中日光刻膠嘅因素影響。美團裂口低開一大段時間，阻力好大，1、2、3、4個阻力位，爆邊三角穿出針出 put AI 出嘅信號。比亞迪前因股神有走貨，巴菲特個倉，再因為內卷，國內毛利率太低，之後 keep 住都係跌勢，出針 put 都係 put 勢，目標價 AI 中晒。跟住就睇美股啦，
美股嘅話，睇下啲大成交個股啦，都多人玩嘅。英偉達啦，出咗業績嘅 Get Up Open High，穿 V-WALK 向下殺，依家仲係 put 嘅情況，全做假數嘅情況係點呢？跟住下邊嘅話呢，都有個目標價喺度㗎啦。跟住 Tesla 啦，阻力位明顯429嘅位置，冇乜特別。Google 啦，出嘅新 AI 喺度 uptrend 嗰度。蘋果講緊嚟緊換 CEO 㗎啦，就睇下候選人啦。大家利好嘅 support 嘅就嗰個阻力位就攻到就靚啦。微軟啦，前因就講加大力度嘅投資 AI 嘅不斷係，但係 AI 出咗 put 反而係。Amazon 啦，GitHub 啊就因為同 OpenAI 合作啦，其實之前有呢個依單 news 嘅，最拉尾都係 put 嘅形態啦，咁都到呢啲位置啦，223啦，就係咁目標價啦，啲 AI 指出嘅啦。AMD 咁明顯啦 ，AMD 就係 put， 跟住就目標價197呢啲位置都中㗎啦。Meta 啦，出任何 AI 眼鏡都好啦，業績又好，都係下降軌。PLTL 啦，之前出咗 put 嘅啦，有針，跟住俾下降軌壓住咗，自動出 put， 跟住就目標價。AV 高，暫時呢啲位置都可以講話 support 嘅啦。甲骨文嘅 open high， 跟住出咗 put， 一 keep 住 put 嘅，暫時沿住呢個下降軌啦，向下走㗎啦。美光呢就穿咗，跟住有 put 向下殺目標價。台積電 TSM 最近 NVIDIA 出咗份業績話造假嗰個數期問題嘅，其實都會睇埋呢 TSM 呢個情況係點嘅，因為佢同 NVIDIA 嗰個協議入邊呢係冇向我公佈喺資料上邊係嗰個貨數期幾耐呢，大家未知㗎係，但係嗰份業績報告呢就冇乜太大影響喎，台積電都係個問號啦，依家都係。ASTL 啦，下降軌。禮來啦就靚㗎啦，突破到阻力位，跟住上升嘅陀螺啦，陽燭上升好靚，跟住沃爾瑪啦，Walmart 就係黑色星期五啦，增加嗰啲消費情況啦，都係咁樣諗㗎啦。突破到呢個阻力位嘅，跟住就自動出咗一買爆股 buy 嘅 logo 㗎啦。Reference 啦，冇太大意見啦，因為始終下降軌出 buy 嘅都冇用嘅，呢啲位置都係下殺㗎啦。英特爾啦都係出 put，阻力線。摩根大通下降軌壓住咗。優步啦就真係差喎，穿咗啲 support 嘅話就係長 put 嘅喎，已經係。今日就咁多先，因為主要都係想記錄翻呢個 channel 自動生成之後出嘅 put buy同埋呢個目標價嘅情況啫。